我非杀了这个贱人！他是你真正的父亲。在下大理段誉，谨向公主殿下致以问安。在下僻处南疆，今日来到贵国观光，承蒙厚待，实在感谢。原来是大理国镇南王世子，王子不需多礼，麻烦你走了这么多路程，还请多多担待。姐姐你太客气了，我已经看到了公主的身影，公主看不看我并不打紧，反正我也没什么好看的。哎，王子既然来到这里，也请回答公主的3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王子一生之中最快乐逍遥的地方是哪里？在一口枯井之中。那第2个问题，王子最爱的人叫什么名字？公子，你就说你最爱的人是你的父母。是在下的父亲和母亲。哦，那令尊令堂相貌如何？是否与王子颇为相似啊？我父亲的样子很威武，性子呢却很和善。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，我才有好多的阿姨，好多的妹妹。王子殿下，请王子到那边休息吧。他是王子，我也是王子，我不能让这个小白脸儿占了便宜。在下吐蕃国王子宗赞，请求与公主会面。王子光临，敝国上下。公主殿下，你刚才提的3个问题我都听见，我就一起给你回答了吧。我平生最快乐逍遥的地方，那就是成为西夏国的驸马，和公主你新婚的洞房。我最喜欢的人当然是公主你了。虽然我看不清你长什么模样，但是我肯定天上少有，地下无双。公主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姑苏慕容复久仰公主芳名，特来拜会。原来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慕容公子，婢子虽在深宫之中，也听说过公子的大名。不敢。朕女官知道我的名字，公主当然也知道。好事儿啊！我们西夏虽然辟主边陲，不过也听过北乔峰、南慕容的英名。听说乔大侠现在已经改为姓萧，在大辽位居高官，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？正是。公子以萧大侠齐名，想必跟他很熟了。不知道萧大侠人品怎样？武功与公子相比，谁上谁下？不知道姑娘要问的，可是公主要问的3个问题吗？不是，请公子不要怪罪。婢子这几年总听人提起萧大侠的英名，仰慕已久，不禁多问了几句。好。请问公子一生之中在什么地方最快乐逍遥啊？我觉得快乐的是将来，而不是在过去。公子最爱的人叫什么名字？我没什么最爱的人。这么说来，第3个问题就不用问了。我希望在见到公主之后，能回答姐姐的第2、第3个问题。多谢公子，请公子这边休息。不知道萧大侠来了没有？你远道而来，婢子很想问一问你这3个问题，请你走到前面来好吗？抱歉，我大哥没有来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这位先生怎么称呼？在下虚竹，我不是来招亲的，姑娘就不要问了吧。哎，先生何必这么见外呢？既然来了，就是我们公主的客人，连刚才那位包先生都回答了3个问题，你就不要再谦让了。
先生生平在什么地方最快乐逍遥？在一个黑暗的冰窖里。那先生最爱的人叫什么名字？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哎呀，这都不知道，就是啊，就最爱人，太可笑了，太可笑了，一看这就是假的，就是。不知道那位姑娘叫什么名字，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。当年孝子董永看见仙女下凡，也不知道她的姓名底细，就爱上了她。虚竹先生，你爱的那位姑娘样子一定很漂亮了。她长得什么样子，我当时确实没有看清楚。孟郎，是你吗？梦里梦声浮云浮现。你是梦姑吗？孟郎，我就是因为找不到你，这才请父皇贴下榜文，盼你能来。你真的是梦姑？你上来，我们到里面去说话。我日日夜夜就盼有此时此刻。请各位来到清凤阁饮茶休息。公主愿意和奶奶相见，自然会派人前来邀请的。哎，叫什么叫？惹恼了我的公主，我把你们全都宰了！哎呀，我不见就算了，怎么也不让你见呢？包三哥，见不着公主，这趟你不就白来了吗？风四弟，别笑话我了，走吧，走吧。孟郎，我在梦里不知道想了几千遍、几万遍，让我再见到你。苍天开恩，终于让我又见到你了。蒙姑，我也是一样的，想了千遍万遍，可就是想不到你会是西夏的公主。虚竹先生有一张字笺要交给段王子。哦。好啊，果然让你小白脸占了便宜，我绝不能容你！王子，他打疼你了吗？不碍事。我很好极好，说不出的快活，让你陪我空跑一趟，真是对你不起。二哥给我的书笺，王子一定是误会了，以为公主要找我去相会呢。公子没事吧？没事的，不过这里是是非之地，多留无益，我们还是离开吧。公子既然来了，何必急在一时呢？公子，西夏国皇宫内院布满了一品堂武士，吐蕃人不敢动粗，现在走了，不是显得我们不懂礼数？哎，我说，没事没事，不用打他，这不是公主召见他的信。上次你瞒得过我，这次你休想再瞒我！
有厉害人物要杀你爹爹，也就是要杀我爹爹，快去救！这是谁爹爹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刚进去不久，梅剑和竹剑就进来了。他们说要见虚竹，有要事禀报。虚竹一直都不出来，就跟我说，有几个厉害的人物设下陷阱，蓄意加害爹爹。啊，那梅剑、竹剑他们2位呢？你眼中只有王姑娘一人，还能瞧见别人吗？谁爹爹？这样吧，我们连夜赶路去追上我父亲。好，公子，我们走。什么你爹爹我爹爹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哎，看见了吧？看见了吧？都让老子吓跑了吧？你们还不赶紧跑？想跟老子争驸马，有可能吗？敌人是什么用意，我还不知道。总之，敌人不让我们点火，我们非把火点起来，这总不会错吧？这副对联上多有空字，像是希望有人来填写。可他们在柱上包的这些草席，显然是不想让我们看到这些对联。我们就反其道而行，看看他们到底想怎么样。青裙玉面如相识，9月茶花满路开。这些木材是什么树上来的？真香！真的很香。不对，这香气有毒。不好，毒发了！我耳朵里边有怪音。蜜蜂。
我花了那么多心思来养这些醉人蜂，是要捉大理姓段的老狗，你怎么捉了只小狗来呢？婢子一切全按照夫人的吩咐，没出半点差错。你还敢顶嘴？这次我的计划如此周密，却还是让那个没良心的逃脱了，这全都是你办事不力。这是曼陀山庄，这都是雨嫣的母亲安排的。糟糕，雨嫣呢？毒蜂袭来时，雨嫣是在我怀里的，也不知八大哥他们现在在哪里。我让你扮成个聋哑老妇，去主持大局，你又不是不认识那个老狗，居然闹出这么大的笑话。夫人，我见来人中并没有那段老公子，段老狗在内，我就把他们的火刀火石都骗了来，让他们点不着油灯，我又用草席将柱子上的对联都遮住了，不让醉人蜂进屋。谁知道这些人硬是要自讨苦吃。得，总而言之，还是你不中用。出去吧。是。哎，舅妈，那些醉人蜂刺完人之后就不能再用了吗？这蜜蜂刺了人之后，过不了多久就会死的。不过我养的蜂子数也数不清，少了几万只，又有什么干系？啊，那就行。先拿小的，再拿老的。外甥心想啊，如果把姓段那小子的随身事物拿给舅妈的那个……啊，我是说，拿给那个人瞧瞧，引他到草海木屋，只怕倒也不难。哎，还是年轻人脑子灵。他要是知道儿子在我的手里，定要赶来相救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再使用醉人蜂之计，恐怕也不迟啊。哈哈，其实啊，只要他看到了舅妈的花容月貌，还用得着布置什么醉人蜂、什么迷幻药吗？现在第一步，关键是要查清这个没良心的现在到哪儿了。哦，这件事我倒是知道一些，不过呢，这件事还有一个大难处啊。哎呀，什么难处？别卖关子了，快说。此人已经被人擒住，命在旦夕。红沙滩上一场恶斗，镇南王全军覆没，给段延庆一网打尽，男男女女均被这恶贯满盈点中了穴道，尽数擒获。这段延庆只顾了对付镇南王一行，却没有留意我躲在一旁，看了个清清楚楚。外甥快马加鞭，赶在他们头里100多里。舅妈，事不宜迟，我们一面派人去布置醉人蜂和迷药，一面派人去引段延庆。我早就来了，引倒不必了，还是准备好醉人蜂和迷药吧。住手！段先生，多谢你手下留情，你我本无怨仇。从今以后，我姑苏慕容氏对你甘拜下风。公子爷，姓封的学艺不精，一条性命算得了什么？你千万不可为了姓封的而认输啊！哼，姓封的倒是条好汉。段先生神功盖世，佩服佩服。咱们不如化敌为友，如何？刚才你说要布置醉人蜂来害我，现在招架不住了，
又想出什么主意对付我呀？你我二人要能携手共谋，实有大大的好处。延庆太子，你是大理国的嫡系主君，皇帝的宝座被人夺了去，不想法子抢回来吗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哼，你要做大理国的皇帝，非得我相助不可。快点！我不信你肯帮助我，只怕你恨不得一剑把我杀了。我要助你做大理国皇帝，是为自己打算。第一，我恨死了段誉那小子，他在少室山逼得我险些自刎，令慕容氏在武林中几乎无立足之地。我助你夺得皇位，杀了段誉那小子，以泄我恶气。第二，你登基做了大理国的皇帝后，我还有事盼你相助。你不是段誉的对手，怎么能够制住他？不能力敌就要智取。总而言之，段誉已经被在下擒到，交给你处置就是了。你说能擒到段誉，只怕是空口无凭。好，这位是王夫人，在下的舅母。段誉那小子，就是被我舅母所擒。他只想跟阁下换一个人，所以我们要引你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不知夫人要换哪一个人？段誉这小子的父亲段正淳当年得罪了我舅母，我舅母要你答应他一句话，在你受禅大理国皇位之后，请把段正淳交于我舅母，那是是杀是剐，油煎火焚，全凭我舅母处置。慕容公子，你说在我登基之后有事求我相助，在下不知是否力所能及，请你严明在先，以免在下日后无法办到，成为无信的小人。段殿下有这句话，在下便10000个信你。咱们要做成这件大买卖，在下的事也不必瞒你。我姑苏慕容氏乃大燕皇裔，我慕容氏列祖列宗遗训，子孙都要以兴复大燕为业。在下力量单薄，难成大事。等你做了大理国皇帝之后，慕容复还要向你大理国借兵10万，以及充足的粮饷，用作兴复大燕。大理国小民贫，10万兵多了些，5万如何？等咱们大功告成，大燕大理永为兄弟婚姻之国。如果慕容复能恢复祖宗基业，世世代代为大理副手，绝不敢忘了陛下的大恩大德。公子无需多礼，不知段誉那小子在哪儿？段正淳在哪儿？啊，陛下，请带随从到我舅母的房里休息。段誉那小子已然被擒住，一会儿给您带上来。好，带他们进来。哎，干什么？老三，这位是王夫人，咱们到她庄上歇歇。那些客人也都带进去吧。好。你还好吗？阿鲁，你快走啊！这是天下第一大恶人，别落在他手中！快走啊！快走！哼，你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。他是大恶人，那你是大好人吗？阿罗，原来这是你的住所。认出来了。认出来了，恨不得当年和你双双终老于姑苏曼陀山庄。走，走，快点！
段殿下，请。舅妈，这些人都被我点中了穴道，毫无反抗能力。您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。阿罗，王夫人，我大事已了，这段正淳自会交给你，任凭你处置。段誉那小子在哪儿？带那段小子来。师傅。给我好好待着吧。段誉这小子是让我用蒙汗药给迷住了，他并没有死。延庆太子，你要不要验明正身，看我抓没抓错人？没错。阿罗，你抓我儿子干什么？他又没得罪你。哼，他怎么没得罪我舅妈？他勾引我的表妹雨嫣，玷污了她的清白。什么？舅妈，这小子是死有余辜啊！他竟然跟我的女儿……啊！阿罗，是个女孩，她叫雨嫣。都是你这个负心汉！你害了我还不算，你还害了你的亲生女儿。雨嫣，她是你的亲骨肉啊！雨嫣也是我的妹妹。你这个禽兽不如的色鬼！你这个丧尽天良的浪子！你竟连自己的亲妹子都不放过！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，剁成肉酱！你这个贱人，给我住手！那天我和女儿到姑苏来杀你的时候，竟让你这个贱人给跑掉了，还派些虾兵蟹将来对付我们。我真的很后悔，当时就应该杀了你。哎，他是我师傅，你踢我师傅就是踢我。你骂我师傅是禽兽，那岂不是骂我也是禽兽啊？你这泼妇，我咔嚓一声，我扭断你脖子！岳老三，不得对王夫人无礼。姓段的小子是无耻之徒，花言巧语，骗你叫他师傅。今日正好将他除去，免得你在江湖上没脸见人。他是我师傅，那是货真价实的事，又不是骗我，我怎么能伤害我师傅？老三，你听我说，快用鳄鱼剪把这小子的脑袋剪下来。不成，不成，老大，今日岳老三不能听你的话，我非救我师傅不可。找死！老三，将他葬了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不要！天龙寺外，
菩提树下，画子邋遢，观音长发。观音菩萨，你可知道这孩子他是谁吗？叫华子，等等。人拿去吧。菩萨，你是王爷，是镇南王，哼！我偏偏要和一个天下最丑陋、最污秽、最卑贱的男人相好。你想让我饶了你儿子的性命吗？他不仅是我的儿子，他相中有一块小金牌，刻着他的生辰八字。大理保定2年癸亥11月23日生。愿你老大。北肃清风，
这正是西夏一品堂的悲苏清风，段殿下不必惊慌。你怎么把舅妈也给毒倒了？快拿解药来！舅妈，外甥得罪了，一会儿首先给舅妈解毒。段殿下，在下虽然将你迷倒，但绝无害你之意，只需殿下答应我一件事，在下不但双手奉上解药，还恭恭敬敬给您磕头赔罪。哼，姓段的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，大风大浪经过无数，岂能在人家要挟之下答应什么事？在下如何敢对殿下要挟？这里的众人在此都可以作证。在下先向殿下磕头赔罪，再恭恭敬敬地恳求殿下一事。公子什么意思？听说殿下没有儿子，想请殿下收我为义子，我们同心共济，一成大事。你当真要我将你收为义子？正是。如此，你就该姓段了。你做了大理国的皇帝，兴复燕国的念头更要收起。慕容氏从此无后，你都能做得到吗？这个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既拜殿下为义父，自当忠于段氏，一心不二。妙极妙极，老夫浪荡江湖，无妻无子，不料竟于晚年得一佳儿，大为平生。你这孩儿年少英俊，老夫当真心怀大畅。我一生之中最高兴的事莫过于此。观世音菩萨在上，弟子感激涕零。纵然粉身碎骨，亦不足以报答白衣观世音的恩德。殿下是武林中前辈英豪，自必一言九鼎，绝无反悔。义父在上，孩儿叩头。非也，非也，万万不可！包三哥，你有何话说？公子爷乃大燕国慕容氏堂堂皇裔，岂能改姓段氏？兴复燕国的大业虽然艰难万分，但咱们鞠躬尽瘁，竭力以赴，能成大事固然最好。若不成功，咱们也算是堂堂正正走在这世上的好汉子。公子爷，你若是拜这个人不像人、鬼不像鬼的家伙做义父，就算是将来当得成皇帝，也不光彩呀。更何况一个姓慕容的去做大理国的皇帝，那更是让天下人耻笑啊！包三哥，有些事情你一时还不明白，以后我慢慢跟你说。非也，非也，公子爷，包不同虽蠢，可你的用意还能猜得一二。你不过想学韩信，暂忍一时胯下之辱，以图日后的飞黄腾达。你是想今日改姓段氏，日后再复姓慕容，甚至将大理国的国号改为大燕，又或是发兵征宋伐辽，恢复我大燕的旧疆故土。公子爷，你用心虽善，可这样一来，却成了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之徒，未免问心有愧，为天下人所不齿。我看这皇帝不做也罢。包三哥，
我如何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了？包三哥言重了。你投靠大理，日后再行反叛，是不忠；你拜段延庆为义父，与慕容氏为不孝；你日后残杀大理群臣，是为不仁。你。三哥，三哥，你怎么了？三哥，三哥，我帮你补一句，我卖友求荣，视为不义。三哥，三哥，公子爷。10余年跟你出生入死的包不同，难道就不如一个段延庆吗？疯四哥，你要为包三哥报仇？你这个败类！义父，刚才那2个人是孩儿的家臣，跟随我多年。孩儿为了忠于大理段氏，不惜亲手将他们给杀了。孩儿孤身入大理，足见忠心不二，绝无异志。好，好，甚妙。义父，孩儿认为这第一件事，就是将段誉这小子给杀了，以绝段正淳的后嗣。要他非将皇位传于义父不可。玉嫣变成我妹妹，我早不想活了。你一剑把我杀死，再好不过了。玉儿，孩儿，你小心殊为可嘉，但段誉这小子太可恶，多次得罪为父。他伯父和父亲夺我皇位，害得我全身残疾，形体不完。为父要亲手杀了这小贼，方泄我心头之恨。是。哎呦，孩儿糊涂了。该先替义父解毒才是。镇南王，你回大理之后，隔多久接任皇位？做了皇帝之后，又隔多久？再传位于我义父。我皇兄内功深厚，精力充沛，少说也要做30年皇帝。他传位给我，我得好好的干一番，为民造福。少说也得30年。60年之后，我儿子段誉也80岁了。就算他只做20年皇帝，那就是80年之后。胡说八道，哪能隔这么久？先你1个月登基为帝，再1个月便禅让于我义父。哼，我的皇位只能传给我儿子段誉。要我提早传位，不是不可以，但传给旁人却是万万不能。哼，好啊，我先杀了段誉这小子，你传给他的鬼魂吧！哼，你当我段正淳是什么人？你以为你杀了我儿子，我就会任你摆布吗？
你的阴谋能得逞吗？这个人性子倔强，倘若他就此自尽，咱们的大计变成泡影。段誉这小子暂且不杀，既然在咱们父子掌中，不怕他飞上天去。你先将解药给我再说。慕容复，你说好了，第一个给舅妈解毒，怎么刚拜了个新爹，就一心一意的去讨好他？你看他那个样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义父，我舅妈性子刚烈，言语中得罪了你老人家，还请你老担待啊。免得再出言不逊，孩儿先给舅妈解毒，一会儿立即给义父化解。哎，舅妈。小心舅妈。福儿，把这4个贱女人全给我杀了！阿罗，镇南王，我舅妈叫我杀了他们。阿罗，以后你要我如何，我就如何。一切听你吩咐。你我之间，定要结下不解的仇怨吗？你叫人杀了我的女人，难道我以后还有好心对你吗？好外甥，你先别动手。镇南王，只要你先答应传位于我义父，你的正妃侧妃，我一概替你保全，绝不让人伤害他们一根汗毛。镇南王，咱们男子汉大丈夫说话自值千金，只要你点头答应，我立刻给大伙儿解开迷药，在下设宴赔罪，化敌为友。倘若你真的不答应，哼，我这一剑就只好刺进去了。我数1、2、3，你若再不点头答应，莫怪我慕容复手下无情啊！1、2、3，镇南王，你当真不答应？不行，纯哥，你不能答应他！快救活他！我又没想真杀他，我只是想吓吓那个没良心的东西。你快救活他呀！哼！红梅，断了，你不要管我，一定不要答应他。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。镇南王，枉为江湖上人说你多情多义，你却不肯说一句话来救你情人的性命。哼！你要杀就杀吧，不许威胁镇南王。我是钟万仇的妻子。跟镇南王又有什么关系？不许玷污了我万劫谷钟家的名声！小包，
跟你想好一场，但你还是不明白我的心思。天下这许多女人当中，我只爱你一个。我虽然拈花惹草，但都只是逢场作戏。那些女子又怎放在我心上？你外甥也杀了我3个女人，但只要他不伤你，我就放心了。别信他的话，他说的是假话，你不要信他。段郎，难道你真的恨我入骨，想害死我吗？臭婆娘，你的心让猪油蒙了！和那些陈年旧醋杀了我3个心爱的女人，我手脚不能动，否则我将你千刀万剐。慕容复，快一剑刺过去，将这个臭婆娘杀死！段郎，你从前对我说过什么话？你都忘了吗？你怎么半点都不将我放在心上呢？段郎，我对你可仍是一片痴心呢。咱们俩分别了这么多年，我好不容易盼到跟你重结，你怎么一句好话都不对我说呢？我给你生的女儿雨夜，你见过她吗？你喜不喜欢她呀？啊！你住嘴！你害死了我3个心爱的女人，我恨你入骨。10几年前，我们早就一刀两断，情断义绝。我现在恨不得踢你几脚，放弃心头之恨。阿罗，阿罗，阿罗，段郎，你真的恨我吗？我这样骂你，是想救你的性命。今日相聚，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。我怎么会恨你？我对你的心意，就如当年在曼陀山庄送你曼陀花之日一样。那就好。我知道，在你心中永远有我这个人，你永远都撇不下我，我也永远都撇不下你。你曾答应我，从此以后，你跟我到我小时候跟我娘住过的山洞里去。我们从此在洞里双宿双飞，再也不出来。你还记得吗？我当然记得。咱们明天就去瞧瞧你娘的玉像。那真好。那块石壁上有一把宝剑的影子，发出红红绿绿的光芒，真好看。你看见了吗？阿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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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罗。镇南王，我再数1、2、3，如果你仍不答应传位给我义父的话，你的王妃可就被你害死了。先别动手，此事须得从长计议。义父，此事关系重大，如果镇南王不答应传位于你，咱们的全盘大计就会尽数落空。你要我答应你，许依我一件事。哼，答应就是答应，不答应就是不答应。我可不中你的缓兵之计。2，哼，我一生作孽多端，大家死在一起，倒也死得其所。那你是不答应了？
孩儿，你快将段誉这小子杀了，千万别让他使出六脉神剑。娘，父亲。夫人，对不起，在我心里，他们和你一样，都是我的心肝宝贝。我爱他们是真，爱你也是真。春哥，父亲。哪怕有1000个、10000个女人，我也是爱你的呀！我是爱你的呀！我以前心中想不开生你的气，可是那是从前的事情了。春哥，你不能死啊，娘！玉，娘和爹就要去，你要学会好好的照顾好自己。娘，玉，你要学你伯父，做一个好皇帝。娘，你不能死啊！快拿解药给我，我来救你母亲。都是你这个贱贼！都是你害死我父亲！我杀了你！不可！娘，为什么？你不可犯这大罪。我不可犯这大罪。我非杀了这个贱人！女儿，他是你真正的父亲。
娘，你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。玉儿，这个段延庆是你真正的父亲。你父王以前对不起我，我也做了一件事，对不起他。后来我便生下了你。你父王不知道，他一直以为你是他的亲生儿子，其实你真正的父亲是他。你千万不要伤害他，否则便犯了杀父的大罪。我从来没喜欢过这个人，但是我不能累你作孽呀。我本来不想告诉你，可是没有法子，不得不说。娘，你不能死啊，娘！快给我解药，我来救你母亲。玉儿，你不许过来！你不许再碰一下我的身子！玉儿，我还有话跟你说。这个人虽然同你父王同姓同辈，可是他们不是亲兄弟。你父王的那些女儿，什么钟姑娘、穆姑娘、王姑娘，你爱娶哪个便可娶哪个。他们大宋也许不行，同姓的不能成婚。可是咱们大理不管这一套，你要是喜欢呀，一起都娶了也行。你喜不喜欢？乖孩子。可惜我不能亲眼看见你身穿龙袍，坐在龙椅上，当一个乖乖的小皇帝。可是我知道，我的玉儿一定会很乖的。儿子，你不能死啊，娘！孩子，我才是你真正的父亲。你母亲临终的话，你听见没有？你走开！
我没听见，我没听见，我只要自己的父亲母亲。你不认我？我不认，我不相信，我当然不认了。你杀我，有本事你就下手啊！我不杀我自己的儿子，你既然不认我，可以来杀我，为段正淳和你母亲报仇。呀！母亲不会骗我的，我不杀你。我有儿子，我段延庆也和你们一样是人。